各位乡亲，大家好！今日来研究一个客家诗言白话语文嘅研究第40一个主题鸭麻王朱一贵事件嘅戏剧篇课文112对照录音第40篇，提供各位乡亲大家来研究客家白话文一个朱一贵促成了一个六对综艺厅。林尚文呢，一个问题事件促成了一个变了，新竹嘅变了，一个移民也没有。一个就是我们客家文化历史之中值得研究的素材呀！今日问题是鸭麻王朱一贵事件嘅那个112对照录音，一个在西安1721年3月份所发生的事情一共有60，其中为了本各位乡亲大家了解客家歌曲、河洛歌曲、华语歌曲嘅互相做比较，一共有一个20条歌大家来互相嘅比较研究，使得我哋客家族群嘅歌词曲语能够流利顺利。有一个高深嘅一个学问嘅研究嘅出现希望各位大家共下来研究客家白话语文，尤其在一个那个戏剧嘅文章伫度里，无多平常嘅讲话，也系关于讲是呢，收藏艺术、实创艺术伫度里唱歌嘅。等都会用到客家白话语文，但是现下目前这个政府对白话文的推广不及无不足的素材啦来，今日开始讲一个鸭麻王朱一贵嘅事件嘅戏中人，就朱一贵、林沙、中人。王天、有人等等，有等等那个人戏文，澎湃在西安1690年到1722年所发生的鸭麻王朱一贵事件。朱一贵系福建漳州人。清朝初年移民来台湾居住，台湾县落脚，喺在凤山县罗汉门，就是佢一下嘅高雄市嘅内门地方。以后阿伯为生，阿伯呢就是咱们上来嘅鸭麻一个水鸭麻。有一日，一群林沙在个树下聊天的时间，谈到朱一贵一个事情，甲林沙就讲内门呢朱一贵收嘅当多阿伯，一林沙讲一般都请一班，乡下来去买看有个便宜嘅阿伯嘛，嘅病人说个听讲最贵所收嘅阿伯，一个阿伯也好，为唐人呢花无，甲病人讲我爸爸。阿伯喺头上嘅小上嘅
頭上嘅，有唔咩人讓會有可能聽嘅實人講嘅話話，一連實就講啊，主義歸佢，只不過是一個普通嘅人物，阿伯會聽嘅話，佢講嘅話，萬人會相信啊！亦病人實就講啊，真嘅呢啦，唔信，我帶唔得人來去看，咁嘢連實就個好啊，來去看，家徒來去哦，來去澎湃。咁嘢病三個人實互相一搖，就來到內門鄉主義歸嘅屋家。個人看到主義歸書中那個足夠嘅，幸好一盤一響，歸求那個阿伯，就像學生嘅一樣，相當聽話，同時又答為正確嘅排列，連曬大家在身邊看到呆，讓我安生氣，真係不可思議所在啊！所以消息傳出以後，大家都稱呼主義歸係阿媽王。當初消息時，主義歸同在場嘅王天啊，以及連曬朋友大家講，主義歸就講我承蒙大家嘅通宵，封我係阿媽王，我實在唔敢當。中人就講啊，唔有安別安難，阿伯有安聽唔嘅話，喊唔阿媽王，又有乜嘅唔對嘅地方啊？王天就講話，各位，大家都係記得，近來地府嘅王政推行當多無拖無理嘅政策，人民生活困苦，相當嘅辛苦。中人就講，哎呀，講到嘢就講人，人民百姓確實係有氣無奈頭啊，有氣無奈頭。王天就講話，安呢，既然阿媽王有一種才華，家徒請阿媽王領導大家反清革命，人民百姓怎有好日嚟過生活？眾人就講啊，有道理，錯，大家就拍手鼓掌講好啊！後來再看來第二十，西中人還是一樣哈，一個新聞，澎湃在西元1721年，阿媽王主義歸使用帶阿伯嘅兵法來帶領群眾，將南台灣、竹羅、鳳山、台南呢三咩嘢啊，都本阿媽王嘅大軍攻打下來。在慶功宴呢向王天等人講，等大家講啊，王天就講啊，竹羅、鳳山、台南呢三咩嘢，一星期就本人攻打下來。呢下要佔領台南府，全不費功夫啊！咁又就講，萬千工人聽到人哋我哋來攻打，就是無路命哦，別這無辦人，也有講，也全部都係
阿妈王两头有方，兼天意所造成的结果。并有讲啊，阿妈王的号召之下，加入反抗清朝的人，嘅人数啊就越来越多了。所以佢讲啊，承蒙大家各位弟兄好友大家嘅帮忙，皇天就讲，以下全部地区都係人嘅天下。因到我哋應該請阿媽王正面升為中興王，爭錯。中人就講我，錯，大家朴素鼓掌，嘅講中興王，講一個最貴係中興王，最貴呢，承蒙各位弟兄好友按支持。甲有就講我，兵保中興王，現在已經係中興王嘅三夫幹夫也可以作出來呀。所以佢講，有道理，我三無想到，本人已經成中興王嘅，應該升作王府。長有樣式，唔過事出臨時，王府才乃只個喏。這個王府竟然唔便做啊！兵部嘅甲表就講啊，兵部中興王，所按本日在府上南門西邊那個西服。還留有當多彩嘅簽字，用西服當作官服，人人看那去，又係一樣啊！萬人有啲啊，嘅係西服啊，所以佢講也係有道理，同係前一生稱王嘅王府，也有就講我，係西邊呢前面當叫，按都好，也稱王府係初本日表演漢朝王莽春天嘅出戲嘅西服。兵保中興王，中興王唔只有隔意嘛，所以佢講錯，做起來相當合身。皇天就講我，大家向中興王干杯，中人就講中興王干杯，大家來干杯。皇天就講我，中興王。昨夜升官服，真係天王樣相，相當認真。我想天公人愛來實談祝賀，祭拜天地列祖，並宣稱中興王係明朝朱皇帝嘅後代，留下嘅。年輕王府為王宮，天公人祭拜好嘅以後，我要解表面反清復明，意義分明，先是本太宗大家來抵達，終於佢講，注意佢就講啊，一個建議當好，唔過。有假嘢事切唔到好嘅馬話，樣解釋呢？總言就講，錯，大家樸素憨好。後來再講看大家來看第30，嗰時節
皇天就讲啊，唔施少，唔施少，生化牛气市场当多一个供雄伟嘅牛诶，一个牛气在生化啊，买牛迄个。所以佢讲啊，皇天骑牛有计，让看呢得下。骑牛诶咧有计咁看呢得下。皇天就讲啊，并报中兴王。当时朱元璋系壮牛打天下，两项骑牛干天下，又有何不可呢？又有哪有唔做唔得嘅呢？所以佢講，脱離4年10足，又係生化牛，讚，夾天公人出嚟就判，眾人都哈，那個路競爭，哈，安尼話。我開眼那時哦，唔等大家出來看，馬嘅阿媽王、中興王作欺負搭騎牛，一睇清出來有計劃喎。皇天這個中興王，唔看嘅人的人權。用高興有達跳牙競爭的樣式來迎接中興王呢，所以佢講有樣，唔過我哋起義成功，本人以中興王的立場為天，所有朝廷的規矩。而遵守明朝的制度，以表明我哋係反清復明的心志，將對嘢係一道百姓。中雖然就講啊，全面，澎湃，注意佢本人。準備中興王以後，命運作弄人，成功真槍來得匆匆，喜也匆匆改見。當阿媽王對佢嘅王朝正在享受勝利嘅成果時，內部所發生嘅嚴重嘅內鬥。一場內部兩派戰爭，使得新政府人氣太上，再加上後來連受到清兵的猛烈攻擊，使得全盤反清勢力在冇多2年的時間。就3槍嘅，最貴也並派本清朝的官兵作黨，最貴後來壓到北京，連刑場前刑官們最貴，只不過是。一個平凡的老百姓，竟然咁密謀造反，到底係為了乜嘅東西？所以佢講啊，慷慨大膽又激動嘅回答講啊，魏丞相光復大明江山安尼嘅，並冇為了乜嘅。一個判刑的刑官就講，但是唔係吹行，朝廷無法牛殺，朝廷命令
我將處長，還有乜嘅話好講啊？所以佢就講啊，男子太丈夫，男子漢太倉庫，敢做就敢當。新官就講，有志氣，有志氣，好漢好漢，澎湃。水鬼雖然壯烈的犧牲呢，但是伊嘅豪邁風格一切都是不屈的精神，都見係本人茶餘飯後時常懷念阿媽王水鬼嘅故事。阿媽王水鬼紀念碑啊，佢當過有寫。頭戴明朝帽，身穿清朝衣啊！三日都穿皇帝用服，6日都係6日呢，就還康熙皇帝了。以上呢，就是一個水鬼短短的3日中間做皇帝，神奇所在呢，就是講啊，作戲服、騎牛嘅來做安尼，所以伊打了一個台灣立王嘅時間也係真短哈，所以希望各位鄉親大家回顧一個倒帶慢平聽一個水鬼啊。一個讓嘅客家友會嚟，建立在竹田西施成立一個西施綜藝紀念品，紀念品，請大家看睇下嘅戲出安尼哈，以上感謝大家，希望大家，謝謝。神夢按自西。要中意請分享，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傳承客文化。